大家好，我係二仔，我係師兄，我哋係 EC Channel。大家都知道啦，我同二仔都係個足球狂熱分子啦。最近歐聯16強嘅比賽啦，咁其實都發生咗好多值得去談論同埋討論嘅事嘅。咁我同二仔咧就揀選咗兩場比賽啦，兩個 match up 咧，去同大家都傾下波經啦，係啊。二仔你應該都會留意足球啦。其實歐聯最近意大利隊啊比較慘啲啦，其實得對國米就可以打到入八強，叫做生還者啦，唯一係啦，嘅叫做係。即係比起以前嘅強烈分子 AC 同埋祖雲達斯就今年就好可惜啦。喺歐聯嗰個戰線就唔係好見到佢哋有發光發亮嘅表現啊。嗱，你照我嚟講啦，我覺得又唔係話好可惜，因為你睇到祖記同埋 AC 都嗰個喺聯賽嘅排名啦，亦都反映咗佢哋依家喺歐戰嘅實力，其實係即係唔能夠再更進一步啦，可能係真係即係16強已經止步啦，或者再之前係啦。咁我覺得國米雖然我係 AC 嘅大黑分子啦，但係我都不得不即係去表揚欽佩啦，表揚一下國啦，米啦，喺阿斯莫尼恩沙基帶領下。係啦，咁其實係有一面嘅，即係無論喺國內嘅賽事啊，或者歐戰嘅賽事咧，都係有一個唔錯嘅成績。好似早2年啊，係咪曾經何時對拜仁嘅？係係最後就可惜啦，就輸咗俾拜仁啦，歐聯嗯決賽。咁其實都好難得，即係再有意甲球會係可以踢到去歐聯嘅決賽啦。喺近年嚟啦，叫做係啦，OK 好啦，我哋有機會八強嘅時候再討論。嚟緊會比賽嘅拜仁慕尼黑對國際米蘭啦。係啦，翻今日嘅主題啦。第一場比賽咧，我哋係比較想講嘅就係巴黎聖日耳門對利物浦啊。嗯，首先講咗個賽果先啦。其實首回合咧就利物浦就1-0領先啦。去到次回合咧，巴黎作客1-0。係啦，就追和咗。冇錯啦，冇咁啊，錯啦。最後就因為就互射十二碼啦，係啦，冇戰果就互射十二碼啦。係啦。到最後就1-4啦，巴黎聖日耳門咧就12碼係贏出呢個比賽嘅。我本身想討論嘅地點咧，個 topic 咧，其實就係究竟喺現今嘅足球世代啊，究竟如果強隊對強隊嚟講咧，究竟係主攻控球再去進攻好啲啊，定係以守代攻打防反會好啲咧？首先講少少比較誇張啲嘅數據啦。嗯，巴黎聖日耳門對利物浦嘅首回合啦，有樣嘢咧係非常之誇張嘅，成場首回合嘅比賽啊，巴黎聖日耳門咧係有28次嘅射門，而利物浦係得2次嘅啫。而最尾嗰次咧就係一次反擊啦，嗯，就係由啱啱後備出嚟嘅艾利諾啦射入戰勝者一球啦，就1-0。首回合就贏咗嘅。咁係都好深刻啦。補充少少就係係首回合嘅時候咧，利物浦即係首回合啦，巴黎聖日耳門對利物浦呢場比賽啦，最後咧Man of the Match 咧就係阿里神艾利臣啊，啦，係啦，係啊。咁就攞到嘅，因為嗰次就係俾人連射俾人起腳28次啦。嗯。咁其實係都力保不失啦，咁成為咗 Man of the Match 啦嗰次。係啦，反而首回合有樣嘢比較想講嘅就係，雖然巴黎聖日耳門有28次射波，嗯，但係我睇晒成場首回合啦，基本上佢哋未準備好嘅射門啦，同埋浪射比較高啲。嗯，我覺得作為一個運動員，如果你一開始上半場一開始嘅時間已經俾對面嘅龍門去容易去做撲波救波或者接波嘅動作咧，我諗其實加速令到佢進入比賽狀態咧。面對呢啲世界級門將咧，當佢上咗身嘅時候咧，我諗唔係世界波都好難入到去。係啦，去到次回合啦，咁啊個數據咧就明顯改善咗啊，平均啲啦。平均啲啦。對利物浦次回合啦，對巴黎聖日耳門啦，射球方面咧，利物浦有19次，巴黎聖日耳門有21次，其實會平均啲，佢total 成場比賽有40次射門。二仔，我想問下你啦。係。啱啱我提出個問題啦，究竟現今嘅世代，你覺得
邊一種方法係適合強隊對強隊咧？嗱，我即係亦都好客觀咁去分析啦。咁首先咧，作為一個領隊啦，你首先要知道你自己手頭上有啲咩球員，呢個係，球員個強項喺邊。譬如好老實講，譬如你本身嘅球員，因為我自己由細到大我都比較中意意大利啊，中意啲嗯防守式嘅踢法，或者踢防反啦所謂。嗯，咁你就一定必須要有一條好穩健嘅防守線，係你先頂得住對面一個好疊亞式或者一個係好無情嘅進攻啦，係係咪？咁你先至可以把握到即係對方佢可能大軍壓前，令到佢後防造成咗好多漏洞啦。咁係喺一次嘅防守即係成功底下啦，咁就可以即係打一個 counter attack 啦，我哋所謂嘅話。係，咁但係啦，就要好睇你有冇啲好有啲好比較出色嘅防守球員先至做得到啦。嗯咁反而你話如果你話即係踢另外一個方法就係你話係主攻嘅，係即係撳住嚟砌嘅，咁一定要有好多唔同好好嘅攻擊好手，或者中場有一啲 hold 波 hold 得好好嘅，即係中場派大師，即係好好控制到節奏嘅人，你先可以做得到嘅。咁係，所以就係話，我覺得作為一個教練，要睇下你手上你有啲咩牌喺嗯手，係啦，咁你先可以做得到。咁當然啦，我亦都好明白，譬如你強強對決，即係有啲某部分嘅領隊，譬如好似摩魯嗰啲咧，佢係會比較選擇拍大包或者打防反嘅，因係為對於佢哋嚟講，佢覺得起碼唔失波先，慢慢攞到個優勢，係。係啦，猜順咗，或者睇下把握對方嘅錯誤，先至嚟去一劍封喉，或者係睇下點樣去進攻咯。係，咁啊，其實利物浦嘅防線咧，比較穩陣就係雲迪克啦。係咁而雲迪克帶領嘅底下咧，咁佢個拍檔另一個中堅咧，江拿迪咧，其實今年嘅表現咧，都好好，其實都尚算穩定嘅，係即係冇前嗰幾年利物浦嘅後防，可能雲迪克嗰邊就好好，但另一邊就唔爭氣。咁再加上艾利臣啦，今年嘅表現都好穩定啦。大家睇聯賽同埋睇其他杯賽嗰個表現，其實都相當之穩定。咁首回合咧，巴黎聖日耳門雖然係射咗28球啦，咁啊有中籠個方面咧，基本上艾利臣都夠晒。基本上嗰成場嘅比賽咧係有9次破球，咁其實呢個數字都幾誇張。其實大家都可以從數據上見到咧。其實如果好似首回合咁樣啦，利物浦專打防反啦，專係防守咧，咁其實都係可以令到巴黎聖日耳門咧得個射字，而嗯真正入肉嘅埋門咧就冇乜。咁當然係有幾球都應該值得入嘅，但係冇辦法啦，一係就高出少少，一係就攞得太盡，一係就艾力神逼加咧就一啲神勇，咁啊令到冇辦法可以產生個紀錄啦。咁啊，再加上一個少少嘅防守上面嘅唔好嘅溝通啦，咁啊令到人哋打反擊，咁啊去到最後就輸咗1-0。咁喺在我而言，其實二仔一樣嘢都講得啱嘅，就係人腳係好緊要嘅。咁啊，其實基本上你可能最近睇啲歐洲大戰，譬如我當曼城咁樣樣，咁曼城我坦白講前幾年嘅表現實在太誇張，嗯你好難叫呢一隊波嘅咁嘅陣容去打防反，嗯係啦。咁但係去到level 上唔係差太遠嘅利物浦同埋巴黎聖日耳門咧，誒、其實好坦白講，有陣時都要睇翻當時嗰個球員嘅比賽狀態啦，同埋比賽嘅心態啦。因為始終利物浦去首回合嘅時候係作客咧，咁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啊，首回合應該打得穩陣啲啊，係保守啲啊，唔好拋嚟咁多先，因為始終作客都係比較難打啲嘅，可能大部分嘅人都有咁嘅心態啦。亦都或者咁樣講啦，解釋咗就係話主場即係第一首回合啦，巴黎聖日佢個聽嘅次數有20幾次，咁你亦都好俾人嘅感覺就係話，喂佢撳住利物浦嚟攻。嗯，咁亦都係啦，久攻即係有一句説話啦，係啦，久攻不下就必有一失啦。咁亦都正利物浦比較集中啦，喺防守上面，嗯佢做到就係話，OK，我把握到你一次進攻，你可能甩咗個波，失去控球權，佢就把握到嗰次失去控球權咧，就成功將個波交去前面，咁
因為咁利物浦嘅前線都係好多有速度或者有質素嘅球員啦，係，咁啊造就到就係可以有1-0嘅戰局啦，即係可以穩中求勝啦利物浦。咁再加上我覺得即係早1-2季或者2-3季，其實艾力神貝加已經係喺即係現今嘅球壇已經證明咗佢係頂級門將之一啦，係咪先？咁我覺得呢樣嘢好毋庸置疑嘅。咁所以亦都好順理成章，佢做咗呢一場即係首回合嘅英雄啦。咁去到次回合啦，咁啊講個次回合嗰邊啦。咁其實我覺得好得意嘅，利物浦同 PSG 其實反而咧呢一場16強嘅對決咧，變相就做咗好似兩大門神嘅對決。因為反而去到次回合嘅時候咧，就係咧利物浦點樣射咧，都射唔入 PSG 嘅大門，因為有個多納魯馬喺度。冇錯。咁而亦都正啦，多納魯馬亦都當然啦，佢嘅名氣上面可能未必比艾力神貝加更加大，但係佢嘅國家隊嘅成就係比較大啲。因為我當年係 AC 米蘭睇住佢細細個未夠20歲，我記得第一次踢地標戰係代表 AC 米蘭係16歲啫。係嗰陣時已故嘅一個名帥啦，唔係克洛域啦，我諗你都聽過。咁佢而家就走咗啦。咁佢之前咧在生嘅時候咧，有段時間係教 AC 米蘭嘅。咁佢正式咧就提攜咗多納魯馬啦。就成功喺16歲之齡啦，唔記得16歲零幾一日啦。咁就踢 AC 米蘭一隊啦，咁慢慢踢上去啦。咁當然最後同 AC 米蘭不歡而散，就俾人嘲笑佢係多啦 Roma 啦，即係貪錢咁解啦。咁但係其實佢喺2021年歐洲國家盃上面，佢已經足以證明咗自己係一個後起嘅新手啦。咁意大利大家都知都係出名防守球員居多啦。譬如龍門之前有保方啊，再之前有貝雷斯啊，再早期啲有索夫啊，亦都係好多唔同年代都有唔同嘅一個降龍啦。咁而當拿羅馬正就係喺2021年嗰屆歐洲國家盃喺決賽上面啦，成功幫意大利擊敗咗英格蘭喺12碼嗰度啦。咁我覺得嗰陣時已經證明咗佢係有呢個天分係守12碼嘅。咁當然一般嘅救波，其實佢個身形1.96米，其實都係一個好 fit 嘅一個龍門嘅身形啦。係啦。咁而呢一場嘅12碼大戰啦，佢亦都成功撲救咗，係啦。咁亦都間接，亦都直接地順利幫到 PSG 晉身8強嘅。咁亦都順理成章成為咗嗰一場次回合嘅 Man of the Match 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16強嘅大戰就已經唔係 focus 咗前鋒，反而係 focus 咗兩大門神咯。係啦。因為咧嗰場我都係睇 live 啦。咁多納魯馬嘅12碼表現係都令我非常之驚訝。嗱，首先佢第一輪係沙拿射啦。佢選擇企中間，佢唔喐，咁當然嗰球阿沙拿入咗啦。咁另外第2、第3球咧，咦，我都會諗，喂，究竟係佢狀態唔得啦，定係佢真係 focus 唔到啊，定係特登去捉路咧咁樣。咁到第2球啦，利物浦嗰方面咧就係紐尼斯射啦。咁但係咧去到嗰個 moment 咧，多納魯馬咧都係企喺度唔喐噶。因為其實我睇咁多場比賽射12碼，就算龍門救12碼都會撲下去打下心理戰啊咁樣，但係多納魯馬係完全唔喐噶。佢係直接到紐尼斯起腳咧，佢先直接撲嗰個位咧，令到紐尼斯冇路捉。咁嗰球當然紐尼斯射得唔係太靚啦，多納魯馬就好容易撲到。係啦，到第3球，去到中斯射啦，利物浦方面，多納魯馬都係用同一招，都係企定望住中斯射邊邊，佢先撲邊邊。咁所以即係好坦白講啦，其實佢守12碼我都係第一次睇啦。咁我都覺得哇，呢個龍門守12碼真係幾有天分。因為我覺得佢心理質素咧係好強。點解我會咁樣講咧？咁我亦都講翻當年2021年歐洲國家盃決賽啦。咁其實去到第5輪啦，英格蘭就係我冇記錯，好似係沙卡射，咁俾多納魯馬救出咗啦。多納魯馬救出嗰下咧，佢係完全係冇任何慶祝嘅動作，係當撲完嗰球，我諗隔咗3至5秒度啦，佢先至 realize 自己帶領咗意大利贏得咗該屆嘅歐洲國家盃。因為其實呢個球員咁事後訪問翻佢啦，點解你冇任何慶祝動作？因為訪問翻佢，咁佢自己講翻嘅就係話記者會嘅時候，佢就話冇啊，我完全唔知道原來撲咗個球就係等於贏咗，
證明咗佢其實係好高度集中，係喺即係佢就係純粹要想破嗰球啫，嗰球咯，係啦，佢冇諗過哦，原來破咗個球，其就贏啦。實就等於贏咗啦。嗯，咁其實因為呢樣嘢亦都令到我覺得即係佢唔需要計算咁多嘢，佢淨係做好門將做一樣嘢，就係阻擋個皮球射入個網。嗯。係啦，咁啊，到最後啦，順理成章一個咁好出色門將嘅表現啦，咁啊，次回合就佢就變咗呢一場波嘅 MVP 啦，英雄啦，咁啊帶領巴黎聖日門咧就順利進入8強嘅比賽。咁好啦，另外第二場比賽我比較想講咧，就係我師兄中意嘅皇家馬德里啦，對馬德里體育會啦，呢個馬德里市嘅打比啦，令到馬德里市搬咗去歐聯啦。係啦，咁啊首回合咧，其實都同平時嘅聯賽都係同一個套路啦。咁啊，基本上馬體會都係以防守為主，但係好坦白講，面對皇馬嘅粒粒皆星，前面三個嘅快翼，再加中間比寧咸，咁其實都係好難去抵擋。咁啊，首回合嘅比賽，咁馬體會就先落後2-1啦。咁啊，到次回合啦，次回合咧好快，開波28秒啫。咁啊，岡拿加加咧就已經可以憑一個開波，再加埋皇馬一開始頭30秒唔集中咧，就可以領先到一球，即係追翻總比數2-2。追翻總比數2-2之後咧，基本上你可以睇得到咧，馬體會個防守咧係非常非常之穩健穩陣，同埋係有部署嘅。每次當雲尼素斯或者洛迪高或者麥巴比喺邊度攞到個波嘅，佢 at least 有2個去孖住佢。曾經有個畫面係好誇張嘅，就係雲尼素斯喺邊線攞到波咧，係有3個馬體會嘅人咧係去防佢。基本上呢啲咁有默契嘅防守咧，基本上我諗喺當今世上，淨係得馬體會可以做到咧。你試想下，當3個球員防守球員去 mark 咗進攻球員，其他嗰啲唔合作嘅話咧，其實真係好易拆散你。係啦。咁啊呢場比賽正正反映到啱啱二仔所講啦，人腳訓練安排嘅質素都好緊要。馬體會就係專係打呢啲防反嘅工作。係啦，前面有基沙文啦，亦都有斯蒙尼嘅仔仔啦。咁啊，其實佢2個發現都令到皇馬嘅後防都有少少頭痛嘅，基本上係啦。咁加上皇馬今年嘅後防嘅傷患啦，狀態唔好啦，咁都令到吃盡苦頭㗎。咁但係去到最後尾都係總比數2-2去射12碼嘅。咁射12碼方面咧，基本上其他嘅球員射係冇乜特別嘅，唯獨是有一球咧，就係艾華利斯去操刀12碼啦。係啦，咁但係咧，當時我睇咧就睇 live 嘅時候咧，完全唔知道佢哋點解要停咗咁耐嘅，因為艾華利斯係馬體會第2個射嘅球員啦。其實當時見到佢個波咧，係個軌跡係有少少奇怪嘅，但係一個幾靚嘅衝網頂嘅入波啦。咁但係當 VAR 去睇完之後咧，就話佢唔計，咁就話佢2次足球，咁啊 double touch。咁啊，但係咧，我當然作為一個皇馬嘅粉絲啦，我覺得係非常之開心啦，因為你唔計啊嘛。咁但係到比賽完咗之後啦，我去到啲社交媒體啦，不斷去重溫呢一球啦。某啲角度咧係真係有嘅，某啲角度咧係完全你睇唔到佢有2次足球嘅。咁其實呢度都幾特別嘅，因為其實佢係搭咗佢嘅時候咧，佢係跣出去，再用右腳去射嘅。咁喺呢啲咁緊要嘅比賽當中，如果 VAR 真係會咁清楚可以睇到佢2次足球嘅，咁點解當比賽完咗之後嘅社交媒體嘅圖片啊嘅畫面啊，點解係咁難去釐定佢究竟係2次足球啊，定係1次足球啊咁樣樣？咁所以當刻其實我都係覺得幾匪夷所思嘅呢件事。因為我相信大部分真係即係我自己都有踢開波啦。譬如如果真係去操到一個12碼嘅時候咧，因為我右腳球員啦，我右腳射波，咁我左腳嘅重心腳通常我會
唔會盡量靠到咁近個波位。嗯，係啊，咁當然啦，你睇翻嗰場比賽啦，咁你見到阿華利斯其實係有啲跣腳啦，咁導致到佢失去平衡啦，咁又即係好似正如大家圖片所見到啦，某啲圖片見到啦，或者片段見到就係佢右腳射波，咁個波就困到左腳，腳尖少少。嗯，咁就跟住掛網啦，咁啊，即係始終現今科技比較先進啦，咁就真係從唔同嘅角度去重播慢鏡，咁的而且確係即係睇得到呢件事，判斷咗佢係有二次足球嘅。咁正正亦都係呢個咁爭議性、爭拗性嘅嘢咧，咁可能嗰個足協咧就會提出咗就係會唔會因為研究翻呢樣嘢，因為你睇得出牛尼斯嗰下真係無心嘅，你見到佢好乾淨地落地之後，佢射完嗰球波係跣腳噶嘛，嗯，咁會唔會係？呢一方面係有情有可原咧，嗯，或者係會唔會唔捉得咁嚴咧？咁呢啲就可能係將來一個討論嘅空間啦。嗯，咁亦都係始終可能現今嘅球例啦，未必係咁人性化地可以去演繹或者判定或者係去 define 唔同嘅球例啦，係啦咁樣。咁同埋我亦都即係好似頭先阿師兄話齋啦，咁我都不得不佩服阿斯蒙尼嘅。咁點解咁講咧？其實斯蒙尼我諗執教咗床單軍啦，即係馬體會啦，其實都超過10年10年㗎係啦，啦，超過10年。咁你縱觀你隔離兩隊死敵，一隊巴塞，即係國內競爭就有巴塞、皇馬。你睇過去10年內換咗幾多教練？嗯，即係其實斯蒙尼企得穩站得住，其實一定有佢嘅獨特之處啦。咁同埋我都好欣賞佢，好即係以前踢波我都好欣賞佢鐵漢嘅，因為踢一個防守中場啊，係咪？咁佢又將呢一樣嘅防守，好鐵血嘅防守就個 DNA 就注入咗喺即係馬體會入面啦。咁啊就好擅長踢防反啦。咁而咁過去嗰10年入面，佢即係馬體會前鋒個都好有質素嘅。咁佢好似數到以前㗎，即係再早啲啊，科蘭啊又好，迪亞高哥斯達啊。法卡奧啊，有好多啊，都係一個好，即係你唔可以話佢最頂尖，但係佢亦都係即係球壇可能頭10名，即係一個好出色嘅射手，係咪先？甚至之前巴塞隆拿就即係走咗之後，就阿蘇亞雷斯過咗去馬體會，亦都幫馬體會嗰屆攞咗冠軍啦。咁其實我相信喺國內嘅比賽入面，我相信冇人會比起斯蒙尼更加識得去應對皇家馬德里呢隊球隊。係啦，係啦。咁到最後啦，咁其實我有啲意見可以提出啦，就係因為去到呢啲咁關鍵嘅比賽、咁關鍵嘅時刻咧，好坦白講，我喺電視機睇到啦。咁基本上阿華利斯一射失咗之後咧，基本上係得助理裁判、4號球證同埋側邊啲人先知道嗰球無效嘅啫。其實好坦白講，你問我當時在場手搭膊頭嗰20個球員，究竟係咪真係知道嗰球唔計咧？定係真係望到 screen 先知道唔計咧？因為大家其實馬體會啲球員望到艾華利斯射入，咁但係佢個熒光幕話唔計，咁其實嗰陣時嘅心態去到嗰個 moment，我覺得唔多唔少都有啲影響嘅，所以未必咧間接令到第4球啦，馬高斯洛蘭迪嗰球就射得唔係咁好啦，就射失咗啦，撞咗個橫楣咁樣樣。咁但係其實足球嗰方面，無論英超啊或者歐聯呢啲咁重要嘅比賽賽事都好啦，其實 VAR 可唔可以仿效到 NBA 嘅球證咧？因為 NBA 球證亦都有呢啲類似嘅coach challenge 嘅模式啦，咁樣樣。咁基本上 NBA 嘅球證睇完個 replay 之後，佢會用個咪向全場解釋，同觀眾、同球員、同教練去解釋點解我哋會咁樣判，係啦。亦都你都知啦，NBA 有好多慢鏡啊，嗰啲 screen 咁樣。咁其實可唔可以足球方面都可以仿效呢啲咧？我相信如果當時艾華利斯一射咗12碼，球證話要睇 VAR，而在場嘅電視熒光幕都可以播返大家一齊睇 VAR 房究竟睇緊啲乜嘢畫面，
而咁相信佢係二次足球咧，我相信馬體會嘅球員咧，亦都覺得啊唔計心甘命抵啊，因為艾華利斯真係二次足球。係啦，而球證亦都可以用個咪同全場嘅球迷、球員、教練去講話啊，因為根據乜乜乜乜條款係啦，因為呢個球員射十二碼嘅時候咧，冇話有心定無意，因為佢二次足球，所以呢球唔計。咁我覺得令到成個比賽個流程會更加順啲咯。即係我同意師兄所講啦，就係、其實簡單嚟講就係欠缺透明度啦。冇錯，係，不過我相信即係國際足協佢即係始終足球同籃球係都係一個好高強度嘅一個運動，亦都平時有好多一啲灰色地帶啦。咁啊需要可能透過一啲先進嘅科技去協助人去判定一啲即係黑與白啊、是與非咁樣啦。但係當然啦，我相信足球佢係有佢嘅即係國際足協啦，係有佢嘅原因點解唔去公開，因為即係可能 let's say 如果佢判錯咗，佢主場球迷會點樣對待、點樣看待、點樣 hurt，同埋會孕育成即係嗱，我唔知啦，我自己就聽得多就係、向來咧搞事球迷咧，足球會拖過其他運動好多嘅，冇錯，因為正如頭先所講啦，我諗。我對運動嘅認知就係除咗籃球之外，其實排球都有呢個 challenge 嘅教練，嗯，係啦，即係有啲都係有呢啲嘅。咁但係始終我即係對比起足球啦，足球都係比較冇咁理智嘅球迷比較多。我自己有陣時唔係咁理智嘅，所以你唔難保佢哋可能會搞事啊、有成啊咁樣。咁所以我唔知係咪為咗保障一啲安全嘅理由，所以 that's why 佢就冇去公開。即係當刻佢冇去公開呢個判斷啦，係。咁但係我亦都最後啦，咁我都補充少少啦。即係我覺得以皇馬嘅質素同埋喺歐聯嘅歷史背景啦，其實咧我覺得要靠十二碼去晉級，其實係有啲冇咁有欠說服力嘅。咁我都希望透過呢場即係安查洛提啦，咁我都好支持嘅一個教練啦。雖然佢依家揀皇馬啦，係咪？咁但係我都覺得佢一個係歐聯嘅一個大師傅嘅教練。咁我希望佢可以明白到佢自己球隊依家係有啲欠缺啲乜嘢嘢，希望嚟緊八強對阿仙奴，或者再之後有機會晉級四強甚至決賽，可以知道自己球隊有啲咩不足嘅地方，慢慢去修改，去就係締造多一個歷史，締造一啲有說服力嘅比賽咯。好啦，咁經過呢個16強歐聯比賽之後啦，咁啊衍生咗八強啦，咁啊四個 match 分別就係阿仙奴對皇家馬德里啦，拜仁對國際啦，巴塞隆拿對多蒙特啦，同埋巴黎聖日門對阿士東維拉嘅，係啦。咁今日呢個特備節目啦，咁我同二仔都要傾嘅嘢都傾晒啦。咁啊，有機會我哋八強之後再睇下發生啲咩特別嘢，我哋會再同大家傾下啦。係啦，咁或者睇下師兄，其實你除咗皇家馬德里之外啦，你有冇其他心水八強會？即係當然啦，譬如皇馬對阿仙奴，我相信你應該都係會覺得皇馬係會贏㗎啦，係咪？咁其餘嗰三場比賽，你會點樣去睇咧？皇馬一定喺我角度嚟講，一定係比阿仙奴優勝㗎啦。阿仙奴依家傷兵都唔少，咁令到前鋒都有啲唔夠人手嘅情況底下，有陣時都要無鋒陣出戰。咁我就覺得皇馬應該冇乜問題嘅。咁另外一個啦，咁啊巴黎聖日門對阿士東維拉啦，咁始終阿士東維拉都係一個歐聯嘅新人啦，一個 Rocky 啦，咁我相信巴黎都冇乜特別大問題出現，同埋我都見到呢幾年大巴黎都進步緊，即係可能佢反而冇咗經驗，係啦，反而冇咗啲所謂頂級球星啦，即係譬如美斯同尼馬嘅離去啦，麥巴比又走離去啦，係啦，反而令到隊內嘅團結係啦，即係冇人爭做大哥咁樣啦，類似。咁另外巴塞隆拿對多蒙特，我諗相信巴塞出線嘅機會幾大。咁啊，但係最令我糾結嘅就係拜仁對國際米蘭。我都同意呢個係即係比起另外嗰三隊啦，係叫做五波啊，或者係實力相較比較接近啦。當然我都相信拜仁係比較睇高一線啲嘅。我覺得就喺個角度咧就6-4波嘅。咁啊，始終拜仁今年嘅火力其實都全開啊！even 冠軍黑腳哈利簡尼今年嘅表現其實令人都幾佩服下嘅。係啦，咁啊，
但係足球都係講臨場表現啦，咁啊睇下國際米蘭可唔可以封鎖到呢個射手啦。係，因為我都覺得係嘅。咁哈利簡尼係好 fit 嘅，咁同時哈利簡尼 fit，但係都唔可以睇少國米阿拿達路馬天尼斯其實都好 fit 嘅，我想嗯講嗯係啦。咁加上佢中場其實都唔差啦。咁雖然有反骨仔查康奴夫啦，對我嚟講，但係其實佢喺國米係踢得越嚟越好啦，甚至好過喺 AC 嘅時候啦，發揮得。咁仲有巴里拿啦，咁一眾即係中場好手啊，防守方面又有巴斯東尼啊、迪維積啊嗰啲咁嘅球員啦。咁其實都我諗三線實力都平均嘅，仲有嗰個咩荷蘭個右閘鄧費斯啊，其實都 fit 嘅成扎。即係當然啦，可能大家冇，始終意甲唔係香港球迷主要睇嘅聯賽啦，即係大家都可能睇英超、西甲啊，即係可能會比較似一啲。咁冇咁但係留意㗎啦。冇留意啊，但係其實我想講，其實佢三線都係好完整嘅，係嗯，啦。咁希望即係我自己少少私心啦，雖然同事嘅死敵啦，但係我都希望有一支意大利球隊可以再更進一城啦，再下一城啦，係啦。係啦。咁啊，我同二仔今日嘅傾偈談論就到依家啦。咁啊，大家如果中意我哋呢啲咁 ad hoc 嘅 topic 咧，就歡迎 like、comment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啊又或者如果呢啲朋友都係球迷比較中意睇歐聯啊呢啲比賽啊，你都可以將條片 share 俾佢哋聽啦。咁啊，今日嘅時間就到啦，又係時候講，拜拜。